热天一到，加上暑假期间，真侪客户拢无够安全的库存量。立法委员赖慧媛甲林俊宪的服务处上午就联合发起关会活动，包括议员沈家峰、王宣茂以及真侪赞助甲响应的单位，准备了丰富的在地农产品，希望民众踊跃来关会。我们募资这么多的一个物资，那谢谢就是在农会系统，那就有王宣茂议员、沈家凤议员，今天沈家凤议员也在这个现场哈。那我们就希望就是说，有很多的一个温暖的关怀，农业的一个关怀，让大家去感受到，就是说在我们整个西北地区，因为我们知道血是不能制作的，可是当你花了15分钟，你去煎了这些血的时候，你对一个生命。其实他的一个支持是非常迫切、非常温暖的。各区农会来一起响应捐血活动，就在6月28号，我们的8点开始，8点半开始，希望可以捐血的你们、健康的你们踊跃来参加。这届活动得到真侪热情的响应，包括新丰赛主会、救国团工程队、甲热新营青年商会协力协办，并且得到台南市农会。甲伫溪北各区农会赞助，准备了丰富的在地农产，包括白米、鸡卵、东山的咖米、甲伫薏米等。一方面关怀做公益，另外嘛来挺在地农产。这届的关会活动非常的特殊哦，大家当看到吼，汇集非常多农会农特产品哦，包括咱的新营白河、东山后壁，啊，个台南市农会吼，这么丰富的这个关会品吼是。别位拢看袂到，尤其结合咱农会以及农民的生活吼，啊，互咱的关会民众感受到讲，咱在地台南溪北的农特产品是遮尔啊特殊吼。恁关的会吼，唔但会当救人一命吼，嘛会当会享受到咱遮农会和农民的生活，嘛非常感谢委员吼。以后安尼活动吼，阮希望吼，结合农会啊，继续来办理。关会活动将伫咧6月28伫咧新营南营绿都心新营关会室来举办。服务处表示。以往的关会量拢会用达到300地以上，希望这届结合大家的力量，会用来突破400地。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。